大家好，我係珠海灣區頻道樂仔，今期就帶大家嚟中山市嗰邊睇個金鷹段山花園嚟嘅，呢個小區非常唔錯嚟嘅。依家我喺小區入邊嚟嘅，咁佢最大嘅亮點，你港澳人士係非常喜歡嚟嘅。佢有一日有18次來返係你嗰個香港、澳門嗰邊嚟嘅，有直達車嚟嘅。咁佢哋樓下你就會有一個廣州18路線鐵站點喺嗰度嚟嘅。咁今期咧，我都嚟到中山市區嗰度嚟嘅，睇呢個樓盤就金鷹段山花園嚟嘅。呢個樓盤總共係10棟嚟嘅。咁我咧首先睇一下嗰度，呢度係小區嘅位置嚟啊。咁總共10棟，最售嘅面積咧就係你125平方、145平方嚟嘅。咁我咧大多數都係賣咗啦。咁3棟你就呢度3棟係會售。咁等下我咧睇個單位你都係睇3棟嚟嘅。園林景觀都係非常 OK 嚟。咁呢度就係我呢個整個地圖嘅位置嚟啊！呢度啊，咁呢個 P2M 嗰度就係我呢個項目嘅位置嚟嘅，咁就可以睇到佢假日廣場啊，加埋嗰啲個土圖啊，都係喺周邊嗰度嚟㗎，非常近嘅位置嚟㗎。咁我呢個項目最大嘅亮點係呢，廣州18路線你就會嚟到我呢小區樓下嗰度附近嗰度都會有一個站點嚟嘅。佢周邊嘅配套都唔使講啦，因為市區嘅中心嚟嘅。咁都喺我呢個大個呢個圖嗰度，你地圖當中你都會睇到佢整個配置啊、公園啊、加埋醫療啊等等啊，都係非常齊全、非常完善一個地區嚟嘅。咁我呢樓下嗰度睇呢個差別嘅位置啊，呢度我呢有17萬平方個商業配套嚟嘅，咁有寫字樓啦、2棟寫字樓啊、公寓啊，加埋酒店啊，嗰等等個消費場所都會有喺嗰度嚟嘅。咁我呢最主要睇下個洋板間，咁我呢依家去洋板間嗰邊睇下個戶型。依家嚟到洋板間120平方，咁佢都會做緊分嘅。呢個空間亦都有少少嘅，咁目前嗰個洋板間都比較精細嘅，呢個裝修嘅空間。咁我呢喺大堂嗰邊睇嘅，佢空間咁咁呢度咧就係大門嘅位置嚟嘅，都係密碼槽家父嚟嘅。入嚟嘅時候，你呢邊亦都做過行為嘅位置。主要佢因為佢加埋樓梯嚟嘅，所以我都唔識。呢度呢都係新嘅，咁呢邊嚟啦，廚房嘅位置都空間得好好，做咗一個專式嘅開放式個廚房嚟嘅。咁呢度餐廳個位置都係個空間。咁我呢嚟到嗰邊，你見到一行3個房嘅，咁中間係嗰邊嚟嘅嗰個呢度你見到一個小房嘅，呢個房間就係嘅方面。咁接咗嚟你會嚟到嗰邊嚟就都係嗰個位啊方面嚟嘅，喺度咁接咗嚟你位置，呢度你只能講我係中間。中山罕有58萬平米封面地標，中山唯一238米摩天綜合體，現樓紅本即買即賺，萬象匯商圈，盒馬全國 Top 3，落樓即掃環球靚貨，30分鐘極速送達，買餸免落，潮食潮玩，唔使出省城，成日聽人講 M Saturn 普普馬特好 hit， 而家落樓下就打卡到，超200家網紅品牌店等你數。中山首條地鐵始發站南中珠興中站，正中地鐵盤步行200米，接駁大灣區命脈，
2027直通廣州珠江新城，落200米永東巴直達香港，最快1小時返到香港。現在就欣賞我們的美學的裝修風格，不管在工藝還是質量，我們都做得非常出色，色彩搭配，線條分明流暢自然。家是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最溫暖美好的地方。我們的出發點就是為你們做到最合適、最舒適的生活體驗狀態。選擇金鷹半山花園是你最明智的選擇。期待你成為我們這小區的業主。感興趣的朋友可以下方評論666發資料給你。